今日維修呢一部係咩啊？叫冰裂啊，睇下先啊。佢400伏，最大嘅400伏頻率50至37.6千瓦。呢個係太平洋嘅商用焗爐。咁睇返裏邊先嚇，好大，直頭上個人擺埋裏邊都可以烤。咁睇返裏邊嗰個結構，佢上邊嗰度嘅話咧，入咗上面嗰度仲有幾組電壓，嗰度我已經度咗啦。咁我哋而家度埋下邊，因為上邊個空間太細，係啦，所以我都好難揸到手機。咁我哋而家去開電，睇返個情況。呢一個開咗。佢嘅結構性嚟講，相對比較複雜，因為佢嘅功能多。第一組電壓正常，第二組電壓都正常，第三組電壓都正常。我哋而家去檢測佢嘅220，有224伏，正常第一組。第二組有223伏，都正常。第四組220。嗱，佢呢度嘅電壓係224、223、222。咁下面咧睇下先啊，下面嘅輸出係咪一樣先啊？224、223、222。咁呢度嘅話咧，佢應該可能係其他嘅負載嗰部分出嚟嘅電壓，應該有少少有一部分拖得重，一部分拖得輕。咁再睇翻下邊嘅部分有冇電壓度先。下邊嘅話睇下先嚇，主板企呢個位置，咁我哋先睇睇佢下邊呢幾個部分睇下先。有384，即係證明電已經落咗嚟㗎啦。呢組385，呢一組386。呢部分咧睇先，呢個部分就387、388。咁而家睇佢第二個部分386，第三個部分385。講電係由上面一直講去落到嚟下邊，佢都係有電嘅。呢個係好肯定嘅，因為個錶係唔會呃我哋嘅。我哋而家再睇翻呢部225呢一組啦，睇先。我哋而家度喺下邊呢一個部分225呢個部分220，呢組都正常。386、388。電係直接落咗嚟嘅，肯定一樣嘢就係電壓已經係冇問題嘅。呢個部分389、386。先啊，電壓係好正常。咁佢呢度呢兩組睇下先啊，R1、R2。呢兩個位唔夠位度佢添，頂啊！呢兩個位比較少。
度唔到呢兩個位置，呢一根同呢一根。哇！到呢個部分同呢個部分，即係電冇落到嚟，電就冇落到主板，但係呢個部分就係已經係有電嘅。確定一樣嘢，呢個都冇跳，呢個冇跳電去咗呢個部分，睇下先啊，322。呢個位置冇打開，呢個位置冇打開，哇，好鋒利喎，揩咗嘢都閃嘅都係。睇返佢呢裏邊主板冇電到，主板輸入嘅呢兩個部分就係冇電到嘅。冇電到，但係呢一個部分同呢個部分都有電，去到呢個部分都冇電，即係意思就喺呢個線盒裏邊，呢個線盒裏邊有某一個部分出咗問題，所以電開咗機就冇電入呢裏邊。呢個係我嘅推理。因為電既然呢一度有電，呢一度有電，呢度有電，呢度都有電，係咪？由上到下一直都有電，由呢個位置到呢個位置就冇電啦。咁呢個電想落嚟嘅話咧，佢嘅線就走咗上去呢個線盒裏邊。咁換言之嚟講嘅話，我哋就需要跟呢幾條線。只有主板有電，主板有電嘅時候咧，佢嘅屏幕先會着機。係啦，佢而家屏幕唔着機，就冚咗一樣嘢，就係話主板冇電到。咁我哋而家就重新要跟一跟去，睇下拆開呢個盒。係啦，拆晒呢個盒之後，睇翻啲線係邊個部分有問題，所以導致成佢呢種情況。不簡單。但係當然啦，對於我嚟講嘅話，我覺得好簡單嘅，逐條線去跟啫，就係複雜繁瑣咯。因為呢啲要跟翻啲線位落去，再睇翻啲電就知道嗰個情況啦。嗱，呢個係其實叫行程開關，亦都係叫門開關。嗰個係220/12伏嘅變頻 LED 控制器。呢部機唔少錢嘅，因為你見到其實佢而家每一個零件基本上都係進口嘅。呢個係2.5至到40、75夠11.5伏即係12伏啦，220就11.5瓦輸出。呢個行程開關係歐姆龍。都可以嘅，我對自己有信心，呢個問題應該唔係大問題，完全可以解決。好啦，維修電器，維修商用電器。太平洋呢個摩迪啊，放咩啊？係太平洋啊。